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咱伫10月份的第一主日，咱三角伫主的面前来敬拜上帝，嘛伫主的面前同坐倒，准备要来领受圣餐。愿上帝的平安，愿上帝的圣神运行伫咱的中间，来成做咱的快乐甲扶持。咱要分享的大声，咱就三角同心来祈祷。是阮遐通的主，愿感谢你，伫上帝你的带领中间，互阮淡水教会对正月到9月底，阮完整来经过第一季、第二季甲第三季。当阮进入第四季的时，也代表这个年准备要结束。愿上帝你来甲阮三角同在，互阮接续年底有侪事要来进行的时阵。包括咧记忆明年的时间的中间，也愿主你引带带领阮，互阮代代拢通有主你的帮助。每一年、每一日、每一天，拢有上帝的保守，互阮平安、喜乐甲健康。但阮真欢喜，伫今仔日也有该瑞廉纪念教会，甲阮要伫主的面头前来同坐倒。愿上帝看顾阮。互阮通伫三听的中间来为主做见证，嘛互阮通伫圣神的做工中间，嘛拍开阮的心，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，来成做阮的准情。愿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咱伫第四季，牧师要透过马可福音书的经文来向咱三角分享，三角来勉励。咱伫10月份一开始，咱要对马可福音书的第10章的经文来开始进行。我想拄则真多谢连峰县长老所带咱读的这的经文内底，这段经文读起来真趣味，因为这段经文咱看见着法利赛人来去问耶稣，是毋是有关会当有离婚这款的代志。总是咱看见着讲，耶稣伊并无陷落伫即款问题的中间。耶稣颠倒将问题扭转来到伫信仰的中间，邀请法利赛人去思考婚姻的意义是啥。更较要紧的是，耶稣也伫即中间来指出法利赛人的心真硬，透过安尼来表明伫整个遮的法利赛人。因伫性命甲信仰的中间有真大的问题，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对13节开始，咱看见着耶稣为细囝祈祷。更较要紧的，伫15节，咱看见着耶稣伊安尼讲，伊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既若承接上帝的国，无亲像细囝的，决断袂得入去。我一句话讲，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伫今仔日的信息中间。牧师要邀请咱倒来到伫咱的信仰中间去思考，究竟咱是活伫信仰，或者是咧利用信仰？我要邀请咱再一次拍开咱的经文。咱如果手头若有早圣经的兄弟，我邀请你再一次把你的圣经拍开，咱三角来看马可福音书10章第20节到16节的经文。我邀请咱这礼拜会当拢有摕圣经。咱通过马可福音书10章第2节到16节的经文，咱三角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看见着法利赛人来就近伊来问，人离出伊的某通无？圣经才甲咱讲，法利赛人来就近耶稣问这个问题是咧试伊，咧试耶稣究竟。这个离婚的问题，耶稣伊怎样要来去面对？我想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咱甲看见着法利赛人的问题，讲人离出伊的某通无？简单讲，就是要爱耶稣来回答讲通还是唔通。我想这款二元化的问题，会当来成做法利赛人陷害耶稣的一个真大的一个陷阱。因为如果若应试耶稣究竟要怎样面对着婚姻的意义？
耶稣若因毋是，又搁要怎样面对着律法的即款的要求？所以伫今仔即个经文中间，我先爱邀请大家倒来看《申命记》24章第1节的记载。伫旧约《申命记》24章的记载，经文的本身，伊咧讨论摩西咧立律法的时阵，讨论着有关离婚即个前提。照圣经的文字的记载，也就是讲，若发现太太有见效的行为，而且都无欢喜伊，就会当来离婚。所以法利赛人掠即句话来企图要来问耶稣，究竟你怎样来看待离婚？总是伫耶稣迄个时代的社会中间，有两派的劣比的解说。有一派的解说，伊认为讲，若太太伫行为的中间无忠贞，伫翁婿的时阵，安尼就会使去离婚。但是另外一派的讲法是讲，只要你看你的太太无顺眼，你就会当离婚。所以伫即款的前提的中间，咱看见着两派的劣比咧解说摩西的律法有无共款的出入。也因为安尼，咱看见着两派遮的劣比，因面对着离婚的问题，也要仰望互耶稣陷入伫陷阱的中间来有争辩。透过安尼，伫内外拢毋是人，因是也毋对，因毋是也毋对。却是耶稣伊将即个问题真有智慧扭转来到伫信仰的中间。互法利赛人，甚至互门徒去思考，什么是婚姻？耶稣将这个问题扭转来到伫创世纪的记载，人的结合婚姻的意义，也就是上帝的配合。就亲像伫今仔日个经文第8节所讲，第7节所讲，因为安尼，人要离开父母，结连伊的某，两个要成做一体。第8节。亲像安尼，无做两个是做一体。第9节，所以上帝所配合的，人毋通分开伊。伫即个过程的中间，咱看见着耶稣直接来指出法利赛人因有一个真大的问题——心意。即个心意，大家若看着即个文字，咱亲像感觉讲，这甲出来及埃及法老迄款面对着摩西的挑战的中间迄款的反应。但是如果倒来看整个圣经的原文的中间，法老的心意，伊是牵涉着道德、固执迄款的问题，所以递交互伊来行无公义的代志。但是你今仔日即个心意，如果你手头若是摕华语的圣经，特别是摕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的兄弟，你会发现到讲，伫圣经的记载，伊遮写讲心肠太硬，你的腹肠太遐尼猥琐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整个的解说中间，咱会当看见到讲，法利赛人因将婚姻来看作是一个对家己有利的律法的解说。因为当时的人若掠着家己有在条对律法有利的解说的时阵，因就会当离婚，然后走去甲别个负责人来结婚。所以耶稣伫遮来点出这个问题，讲，若假使讲因为安尼，这就是惊奸淫。所以耶稣对第2节到第12节，遮一直咧讨论的，毋干那是一个婚姻的价值，是咧保障当时遮的女性。特别是男性，拢会当双方平等的公义。所以，当这个问题离婚的问题进入到第13节的时阵，咱会当看见着讲，耶稣要为细囝祈祷，却是这个细囝要就近耶稣的时，这个学生来主动。咱通看见着讲，若将第2节到第12节的经文连接到第13节到16节的经文。会当发现讲，伫当时的社会，伫当时的教会中间，有一群伫生活困苦的人，
因面对着挑战。当伊面对着挑战的时，阁有一群有权力的人伫遐咧解说律法，递到互遮的特别姊妹妇女伫婚姻的中间无受到保障。确实伫教会，也就是伫耶稣的团体内底，有人要来遮的弱势、遮的失败的人要来就近耶稣的时，学生却甲伊阻挡。所以耶稣伫遮真受气，耶稣伫遮来责备学生，耶稣来甲学生讲：让阮细囝来就近我。意思就是讲，当遮的弱势、遮的细囝是遮的妇女，因有欠缺，因要来近我的时阵，咱毋通有立场，咱嘛毋通用主观来去做任何的阻挡。搁较要紧的是，咱爱有接纳，互遮弱势、遮的细囝，或者是讲被离婚遮的姊妹，拢会当来就近耶稣。也因为安尼，耶稣伫遮来表明，既然要承接上帝的国，无亲像细囝的，决断袂得入去。意思就是讲，今仔日你要进入到伫上帝的国，毋通倚靠家己的关系，嘛毋通将信仰来诚做冷淡。搁较要紧的是，逐个人爱亲像细囝共款，爱先将家己的成见来放下，才有法度谦卑来接受耶稣的教导。即款的人，才有法度进入到伫上帝国。我想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真值得互咱会当去思考。心意甲亲像囡仔，即两个文字的对比有真强烈的凸显。特别伫旧约的圣经中间，拄则牧师有甲咱大家分享，法老的心意是互伊固执去行无公义的代志，是犯罪。却是今仔日法利赛人的心意，迄个心肠的意，也就是表明一个人的感情情感是冷淡，是完全无感情，完全无血无目屎迄款，无法度让人有法度感同身受迄款的感觉。所以也因为安尼，今仔日耶稣咧责备法利赛人，也就是来点明伫因的心无栽掉亲像上帝共款有迄款自卑甲怜悯。因为伫犹太人的文化中间，迄个心特别今仔日耶稣讲法利赛人即个心意，也就是你的感情到底所表现出来迄款的行为思想，是毋是有来去看顾，或者是讲照顾伫你的团体中间有需要的人？如果用咱华语的解说，叫做心有戚戚焉，深有同感。法利赛人互耶稣指出心意，代表这群人无感情，嘛代表这群人他会当用个人的意见来去取代上帝的意思，他会当为着家己的自私来去犯上帝的诫命。各位兄弟，耶稣用囡仔这个形象，就是来凸显法利赛人或者是门徒的主观、成见、立场，来无法度正确了解上帝的意思，嘛无法度认真来遵守上帝的诫命。这款的情形对信仰重新来思考的是，当人的想法开始取代上帝，或者是当人的想法开始超越上帝的时，目的是要满足家己的虚荣，也因为安尼来达到家己的目的。咱真恶地想象，信仰会当诚做是一个工具，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生命，就是无法度去显露上帝的慈爱。我真希望大家会当去记得，牧师一直伫台仔顶甲大家提醒，中华基督教病院蓝大必牧师一直伫退休前所讲的一句话。蓝牧师伊要转去到伫英国的时，蓝牧师一直甲中华基督教病院交代，
唔通互病院来成做送乡的人无法度近我的所在。我想即句话摕倒来教会来思考的时阵，嘛是来提醒咱，唔通互教会成做是送乡的人无法度近我的所在。确实，咱看见着目前的现况，每一间用宗教名义所开设的病院，拢为着趁钱，大家真拍拼，也因为安尼失去起初慈悲怜悯的精神。信仰的问题愈来愈虚假，人的性命也愈来愈无耐强，至到互咱无法度去顺服上帝。若是安尼的时阵，咱太有可能会当伫日常生活的中间，活出公义、圣洁、慈爱，来归因光伫上帝。我想，咱身为一个长老教会的会友，顺服上帝的主权是非常重要的信仰传统。因为顺服上帝的主权，也就是要活出符合上帝旨意的生活。伫即礼拜有机会伫我的册网内底抄到一份资料，这份资料互我感觉再一次来提醒，做一个传教者，或者是讲伫咱的教会中间，咱是怎样来去看待咱的信仰？究竟咱面对信仰是活伫信仰，或者是咧利用信仰？这张图大家拢真熟的一位前辈，这位牧师叫做周连华牧师。周连华牧师甲咱长老教会有真密切的互动甲人脉。伫1989年，有一遍周连华牧师去到伫台南，伊去做伊的代志的时阵，然后走去到伫台湾教会公报社去拜访当时的总编辑，也就是咱大家真熟悉的罗俊义牧师。当罗牧师甲周牧师因咧交谈伫遐，为着一寡教会的事伫遐分享的中间，忽然间罗俊义牧师来直接来问周连华牧师，伊问周连华牧师讲：周牧师啊，你伫凯歌的怀恩堂咧讲道，确实周总统听你的道理了后，但是伊所行的事，太是正做伫台湾残害遮尔侪人的性命。罗牧师周牧师表示讲：我无理解，究竟这两个总统听你的讲道了后，太会去做遮尔残忍的代志。忽然间，周牧师煞去互罗俊义牧师问定伊，唔知影要怎样要回答。差不多过几秒钟了后，周牧师来问罗俊义牧师讲：那安尼，我甲你请教，我会当为着这个国家做什么款的代志？所以罗俊义牧师就来建议周连华牧师，会当邀请当时的执政者来伫怀恩堂举办第一次228的平安礼拜。伫周连华牧师的回忆录内底，伊来提起，伫伊一生的中间，做牧师上界有意义的代志是啥物？周连华牧师讲：我一生上界有价值的服侍，就是伫1990年2月28日，我做一个牧师，会当甲长老教会的牧师，当时咱长老教会一个真代表性的牧师叫做王修强牧师，联合做伙伫怀恩堂的礼拜堂遐来为着228的家属来举办平安的礼拜。当时的礼拜，周连华牧师做一个
华语礼拜的一个代表者的时阵，伊用着台语讲道。王寿强牧师代表长老教会，伊却是用华语来讲道。要来达到升职，或者是讲族群的平等。我想这个故事扭转来到伫咱家己今仔日个圣经的经文，重新来去思考的时阵，周连华牧师，大家拢知影讲，伊是周总统的家庭牧师。那当时伊会当利用伊的信仰，有的确今仔日基督教伫台湾的社会，就有无共款的地位甲影响力。却是周连华牧师，伊听同工的建议，伊活伫信仰的中间，伊来无互欲望、权力的影响，伊嘛无用着升职族群的主观成见立场来主动，会当甲长老教会的合作，伫遐来举办平安的礼拜。你阮兄弟姊妹，牧师要甲大家讲。今仔日牧师讲这个故事，毋是咧讲政治。今仔日牧师讲这个故事，就是要互咱大家去思考。当一个人如果若是活伫成见、主观立场的中间的时阵，咱太有法度，亲像一个细囝共款，会当进入到伫上帝国，伫遐来领受上帝对咱的祝福。无论伫教会，无论伫家庭，无论伫你所工作的场所中间，咱毋通利用信仰来成做对立、压迫甲欺负。安尼的人生是拒绝上帝，这款的人生是将上帝赶出去，要互伊伫咱的生命内底。反正我真仰望淡水教会，包括咱该瑞念纪念教会遮的兄弟。咱会当活伫信仰的中间来领受上帝的主权，透过以上帝做中心来顺服伫上帝的旨意内底。换一句话讲，咱就是将家己来委身伫上帝，愿意将家己的性命交托伫上帝的手中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经文，特别伫15节。15节这段经文，伊讲安怎呢？伊讲无亲像细囝的，我断袂得入去。如果你手头若是摕华语的圣经，15节伊讲，如果不是像小孩子那样的人，你进不了上帝的国。如果你不是像小孩子那样的人，我想伫马太福音书，大家拢真清楚会当去知影。耶稣伫马太福音书第5章讲，心内颂香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成做上帝的子民。今仔日要成做上帝的子民，大声你爱互家己内心迄款的立场、成见、主观来放下。才有法度进入到伫上帝的国度内底。感谢主，伫咱中世纪有一位真要紧的灵修的这个神学家，伊来针对马太福音书5章第3节的经文进行讲道的时阵，伊讲，什么叫做心内颂香？心内颂香的意思就是讲，伫你的生活中间一无所求。是无任何的企图。第二，就是一无所知，就是你完全单纯来交托给上帝。第三，也就是会当甲上帝有合一，一无所有，就是看无家己，互家己会当单纯放下成见、主观立场。来向上帝有连接，真期待！伫今年，咱的教会一直咧强调活出基督的样式，强化基督的生活。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操练，做伙来学习。
互咱的心会当放开，互咱的心会当亲像细囝共款来承接上帝的国，顺服伫上帝的话语，通伫日常生活中间实践出来，毋通干那只有活伫自我的中间，结果却是失去进入上帝国的机会。愿上帝来带领咱，大家来祈祷。听阮的主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透过细囝来，互阮明白，要进入上帝国，爱亲像细囝共款，遐尼单纯，遐尼无企图，遐尼纯洁。但愿重新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要亲像细囝共款，只有单单来倚靠主，只有单单来互上帝抱地，互上帝互你的手来唤阮，来祝福阮。愿恳求主，你来引带、保守、看顾，互淡水教会以及该律念纪念教会所有兄弟姊妹，拢通得到上帝的恩典。透过安尼，互阮来承接上帝的国，来成做上帝国的子民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